儿童专属呢？影片可以设计为儿童专属。那在看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吗？长片、短片都可以有儿童参加的，画面里面有儿童的就可以选儿童专属。不是哦，选的过程不是叫儿童专属，是上传以后显示出来的儿童专属。影片长片也可以，短片也可以，然后按下去看，画面会有什么不一样？儿童专属就是成年人就不会去看了，也不可能让成年人看到。有儿童的哦，就选儿童专属。过程不是叫做儿童专属，叫做专为儿童设计的，专为儿童上传的。然后点击上传之后，显示的就会有儿童专属。